다 도마 남발링게 사마로리아 嗯，这西边怎么就说的差不多首先问候大家好，扎西德勒。那么今天呢是弥勒护主金刚持尊贵的大斯图仁波切的生日诞辰。我们就首先一起念诵前一世主本德谦仁波切所撰写的大斯图仁波切的一个长寿文，那么也祈愿尊贵的仁波切长寿住世同时弘扬佛教利益众生的心愿都能够圆满。大爷是多别毛的月给下边的节节真给有些别没给什么电当着毛上给什么毛棒棒大爷是多别毛的月下边的节节真给有些大的呢大的人的大爷卡上许不能行通马的得了呢。那么就像之前所谈到的一样那么今天先要简略的讲解一下就是前8世伽玛巴的诞生原籍的年代等等。大家呢，他这个重点逻辑的，本身开始许下前的学员比呢。那么这次所用的这个年代表依据的是什么呢？主要依据的是国师巴鸠敦珠撰写的第7世法王传当中的年表。定制干嘛给这记住恐怕是这些吧忙不懂。一般来说高玛冈仓的这样的一个年代表是有许多的，像是包窝所写的年表，还有这个还有第9世法王时期的古拉这个寺院的一个堪布所写的年表等等。那么其中国师巴鸠敦珠所写的出自这个第7世法王传的年表算是最早的一部，而且其中的内容呢是比较完整的，所以主要依据这个来讲说。那么在国师加查的这个年表当中记载了清楚的前6世伽玛巴的生卒年，还有第7世法王的诞生日等等。但这部年表有2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放在第7世法王的传记，叫做自身遍知海生金刚不败法王传当中的夹注。
第二个版本呢，就是现在各位可以看到投影出来的这个版本，它的这个版本名为历代伽马巴源流，它是一个有3页的一个版本的一个手抄本。那么在这2个版本当中，都有前6世伽马巴的家族名称、诞生地、父母名字、生肖，还有俗名，还有出家法名，他的寿命，还有原籍日等等。那么我就依照了这个历代伽马巴源流，还有刚刚说放在第7世法王传记当中的夹注，主要依据这2个版本呢，我制作了一个表格。但是呢，在我制作的这个表格当中，并没有放家族的名称，还有一些诞生地名也没有用古名。首先呢，因为一个大家族当中常常又可以细分不同的名称，由于细分名称太多，怕会呢越讲越复杂反而搞得大家都糊涂了。那么尤其呢现在来说，其实也都不太去分这种家族的名称了，所以呢在这个表格当中呢我是没有放的。那么至于诞生地名方面呢，主要为了大家网络和地图上查找起来比较方便所以主要放的是现在的这个地名，没有放这个原文中的这些古代的地名。所以这些我所整理的调整过的名称呢，我把它标成是红色。所以大家看到是红色的字就知道这是我调整的。另外呢，历代伽马巴的名讳呢，也和平常我们会念的知道的名称有些出入。那么主要也是为了大家方便理解这些伽马巴的名讳，我也稍微做了一些调整，和原文呢稍有出入，也标成是红色。那么一般来说呢，对于伽马巴诞生地现在的现址是哪里，还有它的距离位置，还有现存情况是怎么样的等等呢，那么几年前我就请求了几位中国的法友协助前往当地呢去勘察，然后进行了研究。那么不仅有了一个清晰的全貌我们还对于勘察之后发现的一些疑点，比对跟研究历史的一些古籍和文献。那么其中大部分的问题都厘清了，当然还是有许多疑点的人待研究的。那么我这次在介绍伽马巴诞生地时候所用的投影的照片和内容，都是当时这些法友们他们拍摄整理的。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再简略的补充一些
自己研读到的历史古籍的这些内容作为依据。其中呢，杜松前八的部分是比较内容是比较多一些。同时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那么也要感谢一下当时呢前往历代噶玛巴诞生地去勘察还有提供协助的所有的法友们，辛苦了，谢谢你们。那么在介绍这些之前，我想可能要补充一些资讯举例来说，第一世噶玛巴杜松前巴的出生地叫做哲霍，这大家都听过都知道。那这个哲霍这个地方，它不仅是第一世、第九世噶玛巴，还有第四世夏玛巴、坚阿缺诈等等他们一两位红宝冠传承持有者的诞生地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而且第十世法王之后，这个哲霍这个地方出现了非常多噶举的上师，还有噶举的寺院。不仅如此第七世噶玛巴的弟子迦莫国师等人时期，那个时候开始，噶玛噶举的教法就在政教两方面都非常的兴盛。但是之后呢，遭到了蒙古固始汗的侵略除了有几个寺院叫本根寺，还有日扎寺和昆萨寺，这三座寺院之外，那么几乎所有的这个其他冈仓噶举的寺院呢，都遭到摧毁只剩下一些这个断垣残壁了。所以由于这个原因受到破坏，所以之后也很少再有人去关注这个和冈仓有关的这些历史。那么在几个世代的几百年之后，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不清楚那些历史，所以都会把历代噶玛巴、前后世的噶玛巴，或者是红宝冠、黑宝冠的两位他们的许多历史的资讯呢，是混杂在一起来讲了。所以也因此呢，现在一些口耳相传的说法，如果你去加以考据的话，也不能说是子虚乌有的，不是。但只是呢，这些口耳相传的说法，大多呢是偏离了史实。这种情况是不少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加注意还有正确的要去理解这些内容。所以呢，当我们现在譬如依循了历史考据，对于地方去考察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于一个古人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切实能够了解他们当时的历史还有行仪是什么，让我们得以去追忆和仿效。不然如果只是这些缺乏考据的，然后我们各说各话的话，那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所以希望这样一个介绍是能够让这个历史更加的清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并不是一些争议上去讨论，不是的。那接下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生卒年。那么第一世噶玛巴的诞生地呢？那这是杜松前巴的诞生地，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是我做的一个表格。那如果各位可以看这个表格的话，那你可以看到它蓝色的字儿，就现在诞生地是现在的地名。那么父亲的名字是贡波多杰贡波，然后母亲的名字拉拓市冈加明寨，然后还有他出生年份啊，还有他的俗名。是格佩，然后这里说，他享龄是84岁哦，那么这是西藏的算法，如果实际算法应该是83岁。那么再来，他是水牛年的11月初3，那么在楚布寺圆寂。这里大概大家都知道，但是所以这里在母本里面版本怎么说的？他是说杜松前巴诞生在哲然达这个地方。所以就像这个版本中有谈到说是哲，那哲这有一些不同的拼法，但之后呢就叫做哲霍，这是现在的大概是现在的甘孜县。再来，这个然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然达在藏文的拼法也有许多不同。但是在大部分噶举历史的文献当中呢，大多是写成ra萨达达达嘎达。所以这里面说诞生在哲然达，但现在大多数的人呢，会认为杜松前巴的诞生地是在博绰仲丘这个地方。不仅这样，现在那里还有杜松前巴家族的后代，也流传着和杜松前巴相关的一些故事，甚至还能看到他的一些曾经用过的物品。所以很多人会说，就依照了这些人的说法，觉得杜松前巴是诞生在博绰仲丘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举办了这个噶玛巴900年纪念杜松前巴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当时这个活动的相关的书籍还有文件上面，我们杜松前巴出生地写的就是博绰。但是呢，因为自己平时还蛮喜欢阅读这些历史和传记我发现大多数文献中写的杜松前巴出生地呢都是哲然达，没有看到写哲博绰。所以呢，对于出生地在博绰的这个说法，我是有一些这个怀疑的。但是一个好消息是，不久前大概是1-2年前，我拿到了一个古老的经书。当我看了里面这个文献之后就厘清了我的这个疑惑，也就是现在投影出来的这个叫《金刚诸行记》。那这份文件呢，是米觉多杰的他的一个私人医生
同时也是他的侍者，叫做比丘香嘎瓦吉梅阿吉加措，他所写的。那这一部《金刚诸行记》主要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记载着噶玛巴米觉多杰的转世，就是旺丘多杰哦。他主要出生在下哲霍地区的朗日雪山下哦，就是一个名为大桑，或者现在称为叫做大桑囊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相关记录。当时他出生之后呢，那么第五世夏玛昆丘延拉就从噶千大营中派遣了这个比丘香嘎瓦和贡谦琼坤昆嘎等等10多位比丘做他的侍者，那么前往供养他衣服茶碗等等。那么他们就从拉萨启程，那么其中就记录了这些过程，直到他们见到哲霍祖古之前，一路上的这些所见所闻，还有包括地方的情况、寺院的情况和这些相关的历史哦，所以它算是一部游记哦，就叫做名为《金刚诸行记》。当中呢，很清楚的特别记载了上下哲霍的介绍，还有当地的寺院的情况，尤其是清楚记载了很多跟杜松前巴诞生相关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研究哲霍地区历史的人，尤其是想要研究杜松前巴的人来说，这部游记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这次就是以这部《金刚诸行记》为本，另外再补充一些历史的文献简略的来介绍一下这个杜松前巴它的诞生地。那么在这部《金刚诸行记》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以记文体写下的，不太容易理解所以为了方便大家了解，那我整理成这个长行的这种文体所以这个作者呢，首先抵达哲霍的时候他最先见到的是上哲霍的扎日永康山这个左下角照片就是扎日永康山。以前是一个雪山现在看没雪了，就是个岩石的山。所以首先他见到的是这座山，之后到达了临达波的一个庄严叫恰拉桑嘎，然后距此约一个驿站的地方呢，有噶玛巴的寺院叫滚查玛寺。这个我放了一个照片，但这个照片是这个中文的。虽然大家因为也没去过，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画面可以知道，但这个可能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总之呢，接着此处就在这个滚查玛寺的这个石头上呢，这里说留有这个第7世噶玛巴的坐骑叫咱们林诺布的一个马蹄印。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往一驿站之遥呢，是第4世夏玛仁波切的出生地叫崩丘。我现在也没办法在地图上指给你们看这个
接着呢，再由这个地方往海螺声音可达的地方，有这个杜松前巴他建的叫做哲冈清寺。那么据说是过去是被萨迦派喇嘛叫做黑马迦莫斯图所烧毁的。之后这个冈清寺呢，哲冈清寺我会再解释一下。总之这是过去有的，但后来呢是被萨迦派的喇嘛，这个叫黑马迦莫斯图烧毁了。但现在还可以看得到一些遗迹。接着呢，有一个达拉寺，这个达拉寺分上中下三处。这个寺院是不是这个照片是不是就真的是这个寺院的？倒还我不是很确定哦。但主要是这个文字比较重要。那么寺院呢是属于萨迦的还是噶玛噶举的呢？当时就存有争议了。所以这是作者到了当地的时候就说有这样的争议。接着呢，自此再到海螺声可达之处，所以这里可以见到第一世噶玛巴的出生地叫哲霍然达。所以这个就是哲霍然达的这个地方的照片。那从这个地方你往西方望去，可以见到呢，过去这个林达波的妃子叫泽拉氏，他所建立的一个这里说色喀城堡。但现在呢，已经有一个漏室哦，然后建在这个遗址之上。那这种漏室是很多间的，这样的漏室建于这样的遗址之上，但是仍然呢被称为叫色喀。接着呢，向东行至一个海螺声可达之处。那么有一个2层楼的小寺里面有佛塔，还有塔中呢装有第一世噶玛巴的羊皮大袄、投石器啊、火炼，然后瓷器等等。那么寺内的这些壁画呢，都是后人所画的。接着寺院的绕道上呢，还有第一世噶玛巴的脚印等等。那现在这个佛塔还是有叫拉扎佛塔。但现在这个地方呢，寺院是被萨迦派在管理着的。接着呢，如果前往这个然丹的山谷洞中的话，那么那里就是杜松前巴曾经在壤丹这个山洞中修持吉祥天女。那当时进观中，杜松前巴就见到了吉祥天女，接着这个天女又融入了岩壁。那么接着这个墙壁上自然就形成了吉祥天女的一个身印。
总之呢，这个里面这一部这个诸行记当中记载了很多丰富的一些内容。但这次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太多。总之呢，我们从上述这些文字记载可以看到，杜松前巴诞生地是冉达，就是然达这个地方。那现在被称为叫博丘，或者以前叫崩丘。那崩丘崩是以前古文称佛塔叫崩，所以叫崩丘，所以过去大概是有个佛塔在那，所以总之现在称为叫波丘，或者以前叫崩丘呢，那里是第4世夏玛的诞生地。所以从这里你也可以看出，我们时常会搞混这个前后世噶玛巴或者噶玛巴和夏玛巴的许多的历史。不仅如此，那么由于噶玛巴诞生地的后代的这些家族之后也可能搬迁到其他地方，那个时候搬去之后，他们还是说噶玛巴曾经诞生在他们的家乡。所以这时候大家一听就会以为他们在说的是他们现在新搬到的地方是噶玛巴诞生的地方，当然这也是可能的嘛。所以总之呢，对于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们还是要更加深入研究才是。尤其我觉得，如果我们之后可以得到第4世夏玛巴的一部传记的话，那就可以更好的做研究。我们现在常常会说很多这种口耳相传的说法，我觉得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也还是要尊重的，不可以轻忽的。但主要我们还是应该依据一些有依据的这些文献来做研究才是。那么我也并不是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就一定是正确的，但无论如何，时间的关系就只能简略的做以上的讲解。那么之后呢，以后我希望可以进一步对哲霍这个地方还有尤其这个地方和噶举的关联性是什么，尤其和第1世、第9世噶玛巴，还有和第4世夏玛巴的诞生地相关的这些部分，我想写下一些，可能出一本书吧。那么希望这样子可以补足这个关于哲霍这个地方历史的这个空白，我希望可以把它补上。好，那我想先这里暂时休息一下，接着是40分钟之后我们再上课。那么讲到杜松前巴的这个年代这部分呢，就附带的我想讲一下呢，就是这内容或许大家都知道，就是杜松前巴他佛行事业是非常广大的。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事业就是兴建了3大祖庭可以说就是由他奠定了实修噶玛刚仓这个教法的基础。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说3大祖庭就是上中下3大祖庭。那么对于这个有不同的一些说法。那么一种说是上中下3个祖庭3个圣地，或者也有说被称为叫身语意3轮的这样子不同的说法。那么为什么说3大祖庭也被对应的可以说是身语意3轮呢？
那么就是对应到的是胜乐父母尊中父尊的这个身语意的三轮。另外一种说法是，米觉多杰呢，在他的一个教授本当中提到，他将自己观想成胜乐轮这个父母尊，然后自己的体内的三个脉，依序是楚布寺、冈波内浪寺和噶玛林寺。然后寺内呢，则各自有杜松前巴、噶玛巴西跟桑杰年巴等等。那么今天呢，就是简略的讲一下有上中下三大组庭，还有相对应到了它的就是身口意功德事业等等。那这是依据的第六世夏玛巴却吉汪秋在他撰写的《冈波内朗志》当中有提到。那么在他的这个《冈波乃朗志》当中怎么说呢？他说呢，这个冈波巴尔如繁星众多的弟子当中呢，他一再的对这个杜松前巴说，我对你的期待是最高，传承就托付给你了。然后他也跟杜松前巴说，你要到冈波雪山去修行，那么你的弟子徒众就会遍布卫康藏三地。那么同时呢，拱粗阿舍里也说了类似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呢，杜松前巴就到了康区，就在冈波内朗的地方呢实修，并且得到了殊胜的成就，或者说现证到这个法性的真实义。那么在他得到了殊胜成就之后，那杜松前巴就摄受他的弟子，然后最初就建了这个祖庭，然后之后呢，再陆续建了这个楚布寺和噶玛寺等等的祖庭。那么同时呢，会提到说有5个祖庭它分别对应到身语意功德事业，就像这个投影在第6世的冈波乃朗寺的4志当中提到，身祖庭就是冈波乃朗，语祖庭是色究竟噶玛寺，意祖庭是对龙楚布寺，功德祖庭东方邦日寺，事业祖庭是达巴邦普寺。那其中第一个是内朗，可以看到他最开始建的是内朗这个乃朗冈波乃朗寺，然后之后陆续才建了其他的寺院。所以就是刚刚说有身语意功德事业，就分别对应到几个不同的寺院。那所以就像这个投影他说对应到的这个就是这个样一个对应法。那么同样第6世刚刚说的夏玛，他的弟子就是噶玛恰美，他写的一个噶玛圣地赞中有提到说，三大父的圣地依序是东方冈波雪山，是胜乐轮的生地，是地形生轮。楚布寺呢是胜乐的轮义地，那么空行的义轮。噶玛寺呢是胜乐语地，地形语轮。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是身语意的3轮对应到了这3个祖庭。那么这里对应到的一些胜乐轮，那么就像刚刚有谈到，上面有提到说对应到胜乐父母尊。那么像是母尊的话，里面就有对应到像拉契雪山等等的。
那么胜了父尊的话，就是这里提到的这三个寺院。那么同样在第13上噶玛巴呢，对对朵街，他于一个叫鸠察师江村的一个问答录中提到，上祖庭是楚部生祖庭，中祖庭是噶玛寺余祖庭，下祖庭是冈波义祖庭。然后这里呢，他也用了这个海螺来三个不同的部位来比喻了这个上中下三个祖庭。那么至于功德的这个祖庭呢，有不同的说法，是哪个寺院？像第6是上马巴认为是那么你看这里13世噶玛巴认为的是冈钦寺。那么冈钦寺在刚刚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寺院是怎么样呢？在一些的文献中提到这冈钦它就是多邦碰拱吧，多么邦铺寺。但是邦铺寺呢，它并没有在这个哲霍这个地区，所以如果是它既然叫杰冈钦寺，它就应该在杰，就是哲霍这个地方。在我们冈仓的一个经曼史，就是司徒边清还有苏曼的公开这样一位大师所引用的噶玛巴西的一个自传中就说到，他曾在这个子年6月29日的半夜，那这个子年是哪一年，西元哪一年就不知道，总之在子年的6月29日的半夜呢，这里就这时候呢，在楚布寺的上空呢，就噶玛巴西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身体铺天盖地的一个马哈嘎拉，就是黑袍金刚护法。那么当时这个黑袍金刚身上呢，他就穿戴着这个由心脏串起来的一个项链。那这时候噶玛巴西就想，他这个念珠到底有几个？这上面到底有多少个心脏串起来？有150颗心脏。接着呢，噶玛巴西又看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黑袍金刚护法周围，围绕着又是非常多马嘎拉的护法的化身等等，他有这样子的景观跟显象看到了。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呢？那么当晚呢，他就想说他供养了很多的多玛，然后他以神通力，他就知道就是杜松前巴诞生的那个地方的哲冈钦寺呢，它被毁掉了。所以这里你看到就有提到哲冈钦寺就是很清楚记载说，就是杜松前巴所建的诞生地的这个寺院。然后这里文献就提到说呢，自传中就提到他被一些恶人呢就把它毁坏掉了。所以哲冈钦寺很清楚，他确定他是在哪，他就在杜松前巴的诞生地。同样呢，在第7世噶玛巴的这个传记当中，也有提到说，也提到很多次有关冈钦寺。还有在刚刚谈到的《金刚诸行记》当中，也有提到一句话说，杜松前巴诞生地旁还有冈钦寺的这个遗迹，所以在那个游记当中也有清楚这样写到。所以这个哲冈钦寺
它是在折货，而且就是在这个杜松前巴诞生地叫做然达这个的附近，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这个折冈清寺呢，后来好像怎么都不知道在哪里了，听都没听过了，甚至根本好像没人知道它在哪里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猜想，其实在第七世的时候，在他第七世法王的传记还有提到说有 J. Kamkin 寺是事业的祖庭。因为当时呢会派遣负责人去什么寺院主持嘛，所以在第七世法王的自传当中就有提到冈清寺。但是呢，第九世法王的传记的时候，你会看到就一次都没有提到过这冈寺。事实上，第九世法王噶玛巴他就是出生在折货这个地方，那理所当然更应该会有提到冈清寺才对的。但是呢，第九世的自传当中并没有提到过，所以或许就是在第八世噶玛巴的时候，大概那时候冈清寺就被火烧掉了，就被摧毁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第13世法王他提到说，事业的祖庭是叫帕拉这个寺。但是这个帕拉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了。总之呢，功德的这个祖庭，刚刚提到有2种啊，这是第6世夏玛的认为是东方邦日，那或者第13世噶玛巴的这个问答录中提到的是冈清寺。另外呢，在长贡罗州太乙无分别教派一个源流史中提到，冈仓的祖庭是楚布寺、噶玛惹林、冈波等共成生与义3大轮。然后东方邦日与 J. Kamkin 则是功德祖庭，然后巴拉跟扎玛主席则是事业主庭。从这5大祖庭所开枝散叶的寺院呢，遍布大地。然后提到现今佛法衰退，这些寺院大多颓废，不过基于前后世的一个叫 Greenken Chigichu 内的恩德呢，在多康地区又重建了噶玛噶举的讲修传承等等。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源流史中很清楚提到又有上中下的3寺，这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里呢，功德祖庭有2个，事业祖庭也有2个，所以就变成功德祖庭跟事业祖庭各2个，所以加起来变4个。之后也听这个八棒寺呢，讲过人解题了。后来八棒寺也成为了冈仓的一个祖庭。另外呢，在噶玛堪布仁谦达杰在介绍见集解脱这个宝冠的时候，也有提到说，上是楚布，中是这个噶玛寺，下是冈波乃朗等等有这样的说法。那这个顺序是怎么来排的呢？它并不是按照就是地理的位置来排的，而是依照建立的时间来定义的。我想或许是这样子。但不是按照时间建立的顺序来放的，而是按照了地理位置对不起，所以上部来讲就是在楚部，中部是噶玛寺，然后下部呢是这个冈波乃朗，所以它是按照了这个地理的顺序，不是按照建立时间先后的顺序而定的。所以总之呢，这里谈到了这个3大祖庭或者5大圣地5大祖庭，它主要都是依照杜松前巴的时候建立的而说的。那么像是之前引用的
不同的一些祖师的说法，有提到说，这个东方的刚刚有提到一个功德的叫东方崩日的代表功德的祖庭，但这个祖庭其实并不是由杜松前巴所建的。那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东方崩日这个寺还是放在了功德里面呢？我想可能原因是这冈听寺因为后来被毁了嘛，所以后来就为了补上一个功德的一个代表功德的寺院，所以就换成了东方崩日这个寺院。那么就像刚刚说当然也有一些引言就引用就直接说东方崩日就是功德代表功德。当然现在也有一些说法说东方这个崩日寺它邦波寺它并不是这个杜松前巴所建，但是呢在历代一些法王的传记当中有提到说它是这个杜松前巴所建的，所以应该也是没有疑惑的。那么事业祖庭讲古仁波切的这个教派原额中有提到的有两个，有巴拉跟长妈主席，有这两个地方。那么张妈主席现在还在一个熟的这个地方，现在还是找得到。那么总结来说，那么由噶玛巴父子众师徒众所建的寺院很多，那么尤其到了第16世法王噶玛巴16世法王噶玛巴，那么像他到了西京隆德寺建了隆德寺，这当然也可以算是这个祖庭。但是呢，按照历史来看，我们说上中下三个祖庭来看，或者说五大圣地来看，那传统还是那样子说，那些才是祖庭，因为它是杜松前巴所建立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从都是杜松前巴所建的才能算是祖庭或圣地的话，才可以说是祖庭。不然的话，如果要这样讲，祖庭可能不止这么多了，可以有几十个了。所以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五大圣地，就是身口意功德事业，或者说上中下三大圣地。那么就是杜松前巴在冈波巴大师的授记之下，就像刚刚说的，总结来讲，他因为这样的授记，他就到了冈波内当这个地方，现证了心性法性真实义，然后呢摄受广大的弟子，然后就首先建立了冈波内当这样的寺院。所以现在说冈仓噶举也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因为他最开始在冈波这个地方建立整个僧团，仓就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所以是叫冈仓。然后再接着建立了噶玛寺、楚布寺等等。那么杜松前巴圆寂之后，那么就有噶玛巴西来了，那么他又重新的恢复了上中下的这三个祖庭，像是冈波内当，这是杜松前巴所建立的第一个寺院，所以他放了这个燃灯佛的佛像，然后在另外两个寺院又分别放了这个弥勒佛，还有这个占领藏林的这个佛的不同的佛像。지르 까마보 군지림 저 탐세 대 에네다 까마 감상게 땜베 다보
做个研究查的哦，第哪了呢？讲，那么一般来说呢，历代噶玛巴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但是我觉得真正更重要的是第一世杜松前巴，还有这个噶玛巴西，因为就像刚刚谈的，这整个寺院是他们所建立的，而且是接着噶玛巴西他们所恢复的等等。所以从这一点上啊，那么这两位噶玛巴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由杜松前巴所建立的寺院，可以说就是叫做祖庭哦。那么以现在来看呢，现在的情况来看，由第一世、第二世噶玛巴所建立的、创建的寺院，很多都已经这个，可以说毁坏了，不再像从前那个样子。但我们呢，还是应该要知道这些历史，要知道，这每一个祖庭要尊重、重视这每一个祖庭哦，是很重要的。那么接着，如果再简略的介绍一下，就像投影这里提到看到的，那么噶玛巴西的诞生地呢，是现在昌都市的江达县的汪布顶乡汪布顶村。然后这里接着有父亲、母亲的名称，还有出生年份、俗名、法名等等。那这里我就不多细说了，但有一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就是对于噶玛巴西出生的年份呢，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夏玛卡曲旺波认为在他的一个著作当中有提到，噶玛巴西诞生于杜松前巴元吉24年后的这个鼠年，并于羊年80岁的时候圆寂，有这样的说法。但是由于第三世让炯多杰的他的这个出生年月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如果按照沙玛卡却旺波这样的说法算下来的话，如果把半年也算是一年的话，所以除非是把半年算作一年，就是每6个月也就算一年算成2年来算的话，沙玛卡却旺波所说的说法才比较可能正确。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来算的话呢，他应该诞生于1204年哦。但是像国师巴珠顿珠、米觉多杰、包祖拉陈瓦、噶玛岑尼巴桑等等这些大多数冈藏大师都认为说他是诞生在丙寅年的，就是1206年，就是这里有写的，就是叫做火虎年1206年，大部分是这么认为的。但无论如何，就是杜松前巴和噶玛巴西诞生之间呢，至少有一个10年的一个空窗期。这样子的情况大概是历代噶玛巴之间可以说最长的，就是最长的空窗期，就是在杜松前巴原籍到噶玛巴西诞生之前有10年的这样的空窗期。那么接着下面是第三世噶玛巴的出生地还有他的一些，那么他是诞生在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吉隆镇崩巴村。那接着这里有他父亲还有母亲的名字，还有他出生的年份，他的俗名
他的法名，还有他的享龄寿命有多长，还有他原籍是在土兔年6月14日午于上都原籍。这里有一个提到上都在哪里呢？是在元朝的时候，它有2个主要的这个大城市，一个叫做上都，一个是京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都呢是最初的元朝的一个旧城，那么在后来才迁移到京都是新的这个地方去。那么当时就在上都呢，在这样一个月轮当中，就是15日满月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人就见到说，在上都的15日会见到第三世噶玛巴让种多杰，所以在元朝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由元朝的皇帝下令画下来的一个唐卡，当然现在没有了。当时这样一个唐卡就是说，能够从月亮中见到噶玛巴，见到让种多杰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同样在噶玛巴也是多杰圆寂后，很多人在一个日轮当中又见到了这个噶玛巴，所以又有画出这种又有可以说是月亮中见到噶玛巴是让种多杰，那么在太阳中见到的噶玛巴这是也是多杰，所以有画出这2种唐卡，有这样的传统过去。接着是第4世的噶玛巴，现在的地址来说，地名来说是昌都市这个边坝县加贡乡阿兰卡村等等，那其他就不细说了。接着是第5世的噶玛巴得行谢巴，他的出生地。那么诞生的地方是在现在来讲叫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工部的江达镇娘当村。这里后面也有父亲母亲的名字。然后他诞生是在公元1384年出生。他有的一个法名叫却贝桑波，但当时明永乐皇帝有赐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如来大宝法王。那么这个名号的由来之前也有提到过了。然后再来他享龄是32岁，然后在1415年圆寂，他在布达拉宫这个圆寂。当时呢，就是这个布达拉宫当时是被供养给当时的那里的可以说拥有者供养给这个噶玛巴，所以他就在那里圆寂的。然后再来6世噶玛巴，这里有提到他的诞生地在昌都市等等。那么父母的名称这里也有提到，出生的年份是1416年。然后享龄是38岁，在1453年的时候圆寂。那么再来是第7世的噶玛巴却扎嘉措，那么现在是出生地叫做昌都市这个地方。那么出生的
日子呢是西元年份是1454年，然后享龄寿命是53岁。那么1506年圆寂。那么这个呢是第八世噶玛巴他出生的地方，但这部分可能明天再说，因为今天讲太多了，这些历代的出生地啊，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无聊，所以这部分就不多说。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再讲一下这个自传的内容啊，不然是怕讲不完。那么由于呢这个妙行传当中的第一个妙行和这个无比自赞的第一和第二个颂文呢，它们在内容上是有关联的，所以我想接下来可能讲解一下无比自赞里面的第一个颂文。那么这部无比自赞它是怎么来的呢？首先呢，它是米值多杰在公布的一个多闻山的时候，他献给他的上师叫噶玛钦列巴一篇赞文，就这个赞文其实是他献给上师噶玛钦列巴的。但是呢，噶玛钦列巴当时说，我呢没有你写的这样子的功德哦，所以这个赞文呢，我还是呢回供给你。所以他又把这个赞文又供养给这个米值多杰，是这样的一个经过的。所以这个萨玛昆卓衍拉在无比赞的一个注解中啊，就写到是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所以我想呢，这就像当年宗大师宗喀巴大师献给至尊仁达瓦的赞文哦，后来也又被供回给宗大师，这是现在很出名的一个叫密集玛这样的一个赞文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贤者喜宴的当中写到第八世法王的传记的时候呢，就有提到包沃祖拉成王呢，就对于这一个无比赞自赞有一个完整的注解。另外由司徒奔钦他编撰的噶举法行当中啊，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这里面也完整的收录了这个无比自赞。那么这个无比赞可以说它的这个科判吧，或者说它分类主要有9个部分。那这样子的分为9个部分是依据了第5世夏玛它的这个注解来说的。那么第一个9个部分的第一个是如何将自他引入佛法及入门的次第。主颂就是无比本是释迦法，善寻无物之本矣。如法依教进行者，实具法者我其情。那么简略的来讲一下这个颂文，就像包租拉陈娃他在注解中说，第一个颂文重点是提到的重点是不能因为只冠有佛教的名号就觉得足够哦，而是要很好的去寻得、去知道、了解佛教的真实意是什么，才算是真正的实具法者。所以米值多杰呢，他自己修行的过程，他进入佛门的时候，他不觉得说佛教就是这些寺院和3种所依等等，他觉得呢，唯有了解真实的就是教法和正法的这样的佛教是什么，透过观察跟真的了解之后，佛教的教正二法是什么的时候，才算是真正进入佛门，然后之后才可能很好的为人指引这才叫做无误的佛教。那么如果我们说米值多杰您自己又是如何进入佛门的，之后又是如何圆满佛教成为一个实具法者呢？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一般的，就是调伏一般这个弟子的角度来说，那么佛教的真实意义，或者说无误的佛教指的是什么？就是戒律。所以就像是别解脱戒当中就有7种别解脱戒。举例来说，出家后，比如说领受沙弥戒，这个算是进入佛门，然后直到领受比丘戒，就算圆满了佛教，就叫做十具法者。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米觉多杰他7岁的时候，他是依止了第2世的国师迦查扎西南迦巴桑波领受了圆满5戒8关斋戒，而且在一个名为根多拉的佛像前剃发，领受了我们叫半出家戒，然后那时候就可以穿着象征出家的一些服饰，得到法名为却迦扎巴巴桑波。那么第2世国师迦查扎西南迦巴桑波他是第1世国师迦查的一个转世。那么米觉多杰出家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所依佛像前剃发的呢？他是在梗多拉这样的一个佛像前，他是噶玛噶千大云中最主要的一尊佛像，就叫梗多拉。所以明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可能也为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梗多拉这个佛像，因为它是噶千大云中最重要的一个佛像。但是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梗多拉这样一个名称，这样一个佛像，可能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总之他在第2世国师迦查仁波切呢领受了半出家戒等等。11岁的时候，米觉多杰11岁的时候依止桑杰年巴领受了沙弥戒，之后21岁的时候，他依止这个叫根敦冈巴的一个堪布，然后同时这个堪布呢，他也是著名的一个叫色扎坚经的化身。为什么他叫色扎坚经的化身呢？因为大部分呢噶玛巴都是根据了根敦冈巴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而领受戒的。所以传统上都会有根敦冈巴这里的堪布或僧众来传戒。同时呢，这个根敦冈巴的堪布呢，他也是已经领受净圆戒以50多年的一个大智者、大成就者。那时候他大概已经快100岁了。那么他领受净圆戒，就是比丘戒，已经50多年了。他的名称叫做巴却珠僧戒。总之，他依止这样的一位大师为亲教师，然后噶玛钦列巴却列南耶为结摩师，还有来自冈波的堪布释迦桑波为平教师，另外还有像喇嘛奔译扎西桑波等等7位比丘聚集的前面呢，他领受了净圆戒。那么因此呢，他就可以说圆满了佛教，成为十具法者。那我想今天呢，大概就讲到这里了。那么明天还会上课。那么
因为明天会谈到妙行的第二个就是断除恶友，这里可能会提到一些当时弥支多杰小时候他遭遇了很多的困难，因为他年轻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结果呢他的权利都被他身边的这些总管事者拿去了，所以他小时候蛮辛苦的。所以可能在讲那段历史的时候，我可能也讲一些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故事吧。因为当我看到第八世噶玛巴的时候的传记的时候，那时候我才想到，哦，原来他那时候就这个样子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好像也是有发生类似这样的事情等等，就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可能会把第八世法王的，虽然当然将我自己的故事跟第八世法王的放在一起讲，这实在是不太好的，是不行的。但是呢，可能是这样子，为了帮助呢各位更理解第八世法王的一些故事所以才这个可以说把自己的故事结合一起来讲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